於東莞松山湖嘅華為運動健康科學實驗室咧，係華為現時最大嘅運動健康實驗室，總面積達到4680平方米，覆蓋咗超過80項嘅專業檢測能力，係華為智能穿戴產品同埋數碼健康服務主要設計同埋新技術孵化嘅開發支撐。咁今次咧，我哋就有幸參觀實驗室嘅其中一部分，當中有唔少好玩嘅地方，似一個健康遊戲機中心，我哋就一齊去睇下啦。長5米、闊2.5米、深1.6米嘅無邊界泳池，就好似一個游水嘅跑步機。呢個設備咧，模擬一年四季唔同嘅水溫，通過你嘅游速製造相同嘅水流，所以無論點樣游咧，都可以保持喺池嘅中心。同時咧，佢仲可以採集唔同嘅數據，包括識別泳姿、水下心率、能量消耗、劃水嘅次數等等原始嘅數據。通過呢啲數據咧，再同穿戴產品咧採集到嘅數據進行對比同驗證。大家仲記唔記得之前華為推出過 Huawei Watch Ultimate Design 綠野傳奇率先推出嘅高爾夫球對應功能呢？咁喺呢個實驗室入邊咧，就有一個高爾夫球嘅測試設備，可以監測到你揮桿嘅角度啦、力度啦、姿態等等原始嘅數據。實驗室咧仲有一套光學姿態捕捉系統，採用咗28個採樣為10000赫茲嘅紅外線高速攝影機，可以還原人體運動軌跡、關節部分嘅變化、速度同埋姿態等等運動細節。所以你就知道 Huawei Watch 點解係高爾夫球裏面嘅功能咁強大啦。另一個好玩嘅就係單車機啦，咁佢可以模擬踩車嘅唔同場景，包括不同角度嘅上車落車，踩緊嘅時候嘅屏幕會顯示心率、速率、路面數據，而健康嘅數據來源呢，就係戴緊嘅華為 Watch 啊。而大家見到呢套跑步機系統呢，估計價值係超過100萬一部㗎。首先佢會連接一部呼吸代謝監測儀，一部專業級嘅跑步機。咁呢部跑步機嘅價格已經係超過40幾萬㗎。咁一整套設備咧，可以有效咁監測你嘅跑姿啦、最大攝氧量啦、乳酸嘅閥值啦同埋卡路里㗎。咁呢套設備咧，可以作為華為專業穿戴產品嘅檢測同埋驗證。實驗室入邊咧，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測試設施。比如乒乓波啊、攀岩啊、籃球啊、羽毛球啊、射箭、射擊等等，呢啲咧都係為咗華為穿戴裝置咧可以支援100多項運動提供更好嘅數據驗證。當然呢個只係收集海量數據嘅過程，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數據匯聚之後嘅算法，然後為新一代粗聲系統提供數據支撐。咁我哋咧就期待新一代嘅產品嘅發布啦。